邊教，未忘掉教訓，即使遭風雨，也定能靠着主走過。與你一起放聲高唱，不可放棄，每日在照亮。願無限意想，靠心歌唱，朝夢想的一個方向。願你我他也是帶着主的愛，自你出生也沒變改。齊同心讚頌傳揚主的愛，在世間悲傷已不再。天天跟住腳蹤走，主的腳印永遠沒變舊。未忘掉教訓，即使遭風雨，也定能靠着主走過。與你一起放聲高唱，不可放棄，每日在照亮。願無限理想，靠心歌唱，朝夢想的一個方向。願你我他也是帶着主的愛，自你出生也沒變改。齊同心讚頌傳揚主的愛，在世間悲傷已不再。願你我他也是帶着主的愛，自你出生也沒變改。齊同心讚頌傳揚主的愛，在世間悲傷已不再。齊同心讚頌傳揚主的愛，在世間悲傷已不再。好啦，我每一個動作會做一次嘅，咁你睇住啦。第一個咧就係天天，係啦，將隻手反出嚟嘅天天。好，跟住跟隨咧，我就會兩個人啦。咁我就係右邊去我個左邊，係啦，跟住佢就咁啊，右邊去左邊。主咧就係個咧手喺心口前邊 ，OK。咁跟住個踏咧就踏一下，踏兩下。跟住永遠咧就係兩隻手嘅槍手啦。咁你會見到食指嘅指尖指住啦。咁我就會係左手 hold 住唔喐，右手會向出。咁有少少咧係會有少少斜上嘅動作嘅。咁隻眼咧有咁遠望咁遠啦，就代表永遠。一樣咧就會 V 字手，咁咧就嗰個手背向天，咁就係腰個位置出向前兩下，呢個係一樣。咁第二個咧就係仍然啦，仍然就會好似個 V 字手向下將佢彈出嚟，呢個係仍然。跟住記得將個九字擺喺額頭前邊，記得或者咧就係上下喐，或者風雨，咁我就係右邊拉去左邊，跟住落雨，而右邊拉去左邊落雨。咁其實右手喐，左手係輔助佢嘅啫，係啦。咁跟住咧就會係可以啦。係啦，可以係個90度角，90度角唔係擺手喺耳仔側邊，係啦，咁啊代表可以。跟住依靠，咁就兩個人啦。咁我就將右手挨去左手邊，斜斜地嘅，呢個代表依靠。跟住擺低隻左手，拉翻個主上嚟。跟住第三句就係一起。咁跟住歌唱會做一下、兩下、三下，呢個動作係向前，係啦，三下。咁因為我做嘅全部跟旋律啦，咁所以基本上係兩次嘅每個手語動作。咁跟住繼續就係兩個槍手，由左上角落右下角，左上角落右下角。跟住就天天頭先個動作，跟住照亮咧，好似一個手握住拳頭啦，喺個右上角嘅頂嗰度慢慢落去向地下望，係啦。咁我哋頭啊身啊全部都會跟住佢走嘅。
呢個係代表光亮。好，跟住下一句係願意，一個圈圈，願意所有，係啦，一個動作係頸同腰嘅動作，頸同腰嘅動作代表所有，跟住喺條腰度會出所有嘢奉獻出去，拎晒出去，係啦，咁跟住掌心我啦，今次唱歌做2次，係啦，掌心嘅我，跟住2次向前唱歌，夢想頭先做緊呢個向前，呢個係夢想。好啦，方向咧就會一隻手，左手攤直，右手都係一個直嘅手啦。咁跟住就係左一下，中一下，右一下，左中右。咁如果做得到咧，做得切嘅，其實我就試過。咁真係做唔切就可能做2下啦。咁2下都可以嘅。咁其實3下就會好啲啦。左中右，跟住向前擺低隻左手就向前推隻右手向前。跟住下一句就願。跟住你我都係用掌，你我 OK 帶着咧就會係左手一隻手掌，右手一手掌拉佢夾佢出去，咁樣叫帶佢出去，係帶着，跟住擺低晒手上個主，跟住愛係啦。從小到大咧，我就會開始跟住將隻左手擺低，將隻手拉上嚟，由小到大，由小到大。咁你可以由小望住去到大啦，咁就會清楚啲嘅。咁跟住一樣都係頭先嘅動作，係背脊向天一樣。最後嗰句一齊係啦，跟住讚賞，左手打開，右手拍2下，讚賞，全部喺個嘴度將佢打開1次，打開2次，第一次就短啲啦，第二次就長啲啦，咁樣就代表傳播啦。跟住主啦。你會見到我通常做一個動作咧，係其實會擺低另一隻手嘅。正常嘅動作係全部手擺低再上。咁如果係有連續嘅動作咧，我哋先會將佢hold 住唔喐嘅啫。跟住最後嗰句咧，我就會開心永遠，跟住伴隨就2個人拍住伴隨係一個人。左手邊個人企喺度，右手邊個拍埋去。咁其實我今次譯咧，我知道係小朋友啦，咁我就會譯得比較簡單啲，中文簡化。如果你都覺得有困難咧，你再話俾我聽，咁就應該可以嘗試下啦。如果真係有需要協助，我先去現場幫手，咁就試咗先啦。咁有問題你再問我啦。拜拜。